非常好，咱们这个。Давай, Эмирбек! 很严重，一直在积极，所以这次很多那个很难得分，看看现在有没有机会。5号，罗尔江，麦丽斯开课。这个不好的消息呢，这个不好的消息，咱们这个不跟他说还是怎么样？但是可以看到塔线的这个队员呢，描写的非常辛苦的努力。然后8号再一次的接过梁，在反射进攻，辛苦的进攻，看他有没有机会得分吗？7号。